这是咱要来强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圣经新约路加福音19章第19、第10节。耶稣拄要进入耶利哥城的时，要对即个城经过。当地有一个税务长，名叫撒该，是一个真有钱的人。撒该真想要看耶稣到底是怎样一个人，但是伊的身材有较矮小，伫人群当中无法度人看到耶稣。对安尼，伊就走去大家的头前，爬上一丛的生栽树，要来看耶稣。因为耶稣就要对这条路来经过。耶稣行到迄个所在，抬头看撒该讲，对伊讲：“撒该，紧落来！今仔日我的确要住伫你的厝内。”撒该就连伊落来，非常欢喜来接待耶稣。大家看去，拢卖怨讲，这个人竟然到侪人的厝里去做人客。撒该徛起来对主讲：“主啊，我要把我的财产的一半分予善乡人。如果我有欺诈过什么人，我就要行伊4倍。”耶稣对伊讲：“今仔日叫阮来到这个家，因为这个人相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是为着要找找拯救迷失的人。”圣经以上今仔日的信息，活出关怀的人生，是要由咱前几十当前，我毋知影要几日，我无甲算，就是大约知影讲是咱即个少年大楼咧起的时阵，罗水明牧师来甲咱分享今仔日信息，请咱大家恭敬来听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玉山新人院的纪念之日，我会代表新人院来伫遮，甲咱大家请安谢谢，也鼓励咱大家继续关心这间新人院。伫过去的73年久的中间，玉山新人院经过丰盈，总是上帝施恩。咱上年第一任的陈启准牧师，也是创设人中间的一个，也鼓励咱会友热心来奉献，一直到今仔日，咱上年拢在关心玉山的进展。今仔日咱来看见这间新人院伫亚洲的所在，已经成做亚洲第一悬的水准的训练原住民的一间新人院。关于新人院的详细情形，咱看今仔日咱的周报内面的迄个奉献录咱看后面的所在就说明，也确定咱若要用这个奉献录来请大家奉献关心这间新学院。我只有一句话爱伫遮代表院长甲大家谢谢。几日前我敲电话互不信达理这个校长，校长甲我讲，罗牧师拜托你甲双连教会牧师兄弟姊妹讲，台湾全国第一帮赞玉山新学院的就是咱双连教会，也毋望你安尼甲我请安，甲我斗关心。讲到关心，我伫遮
爱讲我今仔日讲到的题目，就是活出关怀的人生，活出关怀的人生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煞差不多10多年了后，全世界拢陷落伫经济危机衰退的中间，真侪人失业，真侪人也夭饿。其中纽约市也同款，也陷落伫即款的情景的时。有一天伫纽约善家人区的地方法院，伫审查一个案件，被告是一个60多岁的妇人，也以面被刺杀，也身躯穿毋是无够真破烂，总是足旧的衫，也因为伊偷摕面包店的面包，所以面包店的头家甲伊告去法院的所在。法官就问迄个老阿婆啊讲：“你有偷摕面包无？”这老阿婆啊，细细声，也毋敢举头看法官讲有。法官就继续问讲：“你是毋是真枵？啊，你才偷摕这面包来食？”这老阿婆啊，才刚小可举头看法官，甲法官讲：“是我真枵，总是我有3个无爸无母的孙啊，也因已经2、3日无通食。我不忍心看到这3个孙仔枵死去，所以我迄天对面包店过时，佮闻到遐尼香的面包的味，我情不自禁，我入去内底，就偷摕面包来要互我的孙仔食。当老太太安尼讲了后，伫在座遐旁听时，伫旁听的遮人，大家都起舞起厝，伫遐伫讲话。然后法官就举起伊桌顶的迄个讲推啊，就敲桌顶讲：“请安静，我即碟要来做审判。”然后伊甲阿婆讲：“我知影，我同情你的情形，毋过偷摕是毋对犯罪的一项代志，所以我伫遮有2项，互你通警。头奖就是我要甲你罚10块，你就要交出这10块来。第2项就是你若无要交钱，我就要互你来做义务劳动的工作，爱扫社区的这街仔路，安尼爱摒扫遐个水沟啊，互伊清气。你要经倒一项？这个老阿婆啊，想想的，甲法官讲：“法官大人，我若是有10块的时阵，我都袂偷摕啊啦，所以我只好爱经义务劳动来做10工的扫街仔路、摒水沟的工作。总是法官大人，我有一个困难。我这3个孙仔要安怎？我迄3个孙仔要安怎？”当伊讲煞的时，下骹遮人嘛，搁伫起舞起厝，毋知伫讨论啥物，总是忽然伫旁听室，有一个查甫人行出来到外口，然后甲迄个阿婆啊行一个礼，甲阿婆啊讲：“阿婆啊，我想你也是经互人罚10块较好。”伊就对伊的身躯提出10块来，将帽仔留落来，将10块下带伊的帽仔内面。然后，这个人旁听室所有讲纽约市的百姓啊，我是市长，拉我哩，
我今仔日我感觉做一个市长非常的见效，因为我无好好治理咱这个城市底下，咱有一个阿婆啊，安尼都爱偷摕物件来食，所以我今仔日伫遮要呼吁咱大家，爱付出冷漠的付款，就是咱做纽约市的市民，咱大家拢要互相相关怀，咱真冷淡活伫这个城市内底。我感觉我做市长实在真失败。总是，请咱会记哩，咱是活伫一个共同、互相相助的社会中间。这个社会、这个都市，才有望安尼发展起来。这个故事是发生伫1935年的冬天，也以呼吁这些人都爱大家三甲互相关心。大家听了头壳离离，一个一个行出来外口，有的人献10块，有的人献20块，伫无仔底。甚至连法官也对台顶落来，伊也摕钱落伫迄个无仔的内面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故事我相信，互咱明白，咱人活起伫这个世间，无迄个孤立，无互相关系。你我咱所做的代志，拢影响到别人。同款。你我参加伫双连教会做会友的，我也爱甲恁讲，你毋通想讲我即场我做礼拜煞，我就转来去甲我无关系啊。咱共伫一个教会，咱兄弟姊妹大家也着互相来相关怀。咱想看觅咱的上帝天父。伊会使高高在上，坐在天顶，看恁这百姓在遮里犯罪，亲像希腊罗马迄个神话的故事内底遐个神明，恁若注意甲读，逐个神明都是顾家己，我抢你的财产，抢你的某，啊你抢我的翁，安尼来底过日子。当时咱的上帝毋是安尼的上帝，咱的上帝。伊愿意对天降临，道成肉体来伫世间，为着要拯救你我，咱遮的罪人，咱就来学习上帝这款爱咱做的事工。我伫台湾圣经公会做19年。的总干事，我拢总有机会落摆，为着讲学，为着开会，我去以色列落摆。人去以色列访问的时阵，大部分的人拢一定会去耶路撒冷。总是另外有一个城，真侪人也爱去，就是耶利哥。我会记我伫遮双连做牧师40多年前，有一个执事甲我问讲：“牧师啊，圣经内面足深色。”我讲安怎深色？伊讲重要的所在拢是做耶利，知影无？我讲哈？伊讲耶利哥啊，耶路撒冷啊，耶稣啊，连天父嘛有做耶和华啊，拢有耶利，知无？是安尼无？当然我知影伊是。在讲笑，伫以色列，我去访问的时，有影逐摆我都爱去耶利哥甲耶路撒冷，特别耶利哥城有两个真要紧的景点，人拢会要去看的。啊，这两个景点，一个是大的，啊，一个是小。
大的是什么？大的就是耶利哥城已经考古学家挖落去，在土地的所在发现到7000年前耶利哥已经有起迄个有城墙的都市。咱知影古早时代，城墙就是一个保护百姓的财产性命的一个象征。也7000年前，耶利哥已经有一款的城墙。咱的圣经约书亚第6章，咱大家拢会记的。以色列人就是要攻打这个城，要将这个城抢落来，这是大的。搁一项细，什么叫做细？就是一丛树啊，尔。啊，这丛树啊，中文也叫做桑树。啊，咱台话该号做生栽树，毋是讲因为伊结实的物件真酸，所以才叫做生栽树。我却毋知影，咱古早的人是安怎号这个号做生栽树。这个生栽树发生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故事，确定我会伫遮来甲咱大家说明。我会记得我伫新人院读册的时代，阮台湾新人院男生宿舍的头前，孙安国牧师有种20多丛的生栽树。啊，若生栽树若结实的时阵，阮遮的男生就赶紧，逐个人拢去挽迄个生栽，挽来创啥？你知影无？挽来吼，就摕去女生宿舍去找女生，啊，我也包括在内。请你毋好甲牧师人讲我在内。我迄阵在想，生栽树哪会使爬起哩？因为我所看过，全台湾我看过生栽树，差不多1人悬尔点。我也毋捌看到会使爬上去的生栽树。检菜有，若有则报我知影。耶路撒冷也是以色列，特别耶利哥城有一款的生栽树，大甲亲像咱台湾的青仔树遐尼大丛。我头一摆去的时阵，我看见这丛生栽树，排队的人要创啥？要爬上生栽树，翕一张相安尼。总是到我第2摆去的是1991年，我就看见以色列政府将这丛生栽树外口用铁的栏杆，恁即摆看到的就是迄个了后做出来，铁的栏杆甲围起来，然后呢，伫边仔佫写一个字：禁止攀爬，袂使爬上树仔顶。为什么？因为当年拢有100多万人去耶利哥城，啊，100万人外人若爬去迄个生栽树吼，我甲你讲，这丛树啊，就比矮撒界较矮啊。生栽树，我头拄讲，有发生一个真轰轰烈烈耶稣的故事，我也伫遮今日就是要用这个生栽树甲矮撒界。来甲咱大家做说明，伫这个故事的中间，互咱发现到耶稣安怎活出关怀的人生，伫伊传道旅程的中间。我大先说明这历史背景，因为耶稣的时代，以色列地是讲犹太地，是罗马帝国的管理的城市，也是伊的殖民地。啊，这个罗马帝国的管理的殖民地，伊爱常常要甲因抽税，啊，就是咱所听到常常讲人头税、人头税。啊，罗马帝国伊真巧，啊，伊袂派伊的罗马帝国的人来收税，因为伊知影犹太人很难缠哦，佫真够算数哦，真够趁钱哦。
所以呢，罗马帝国想一个办法，就是来耶利哥城讲，我有要收100万的税金，我互恁标，标着的人，我互恁做税吏长，政府收权互你。咱台湾话，咱较无，即摆拢讲标啦，拢是阮新翻译的台语圣经，我无翻做标，阮甲号做冒税的人，因为咱会记得咱台湾话古早时代，咱若厝要互起啊，土地要讲互冒起啊啦，包商冒起啊，所以是冒字。罗马帝国讲我要收100万，总是标的人有的标120万，有人标140万，有的标150万，150万来摕去，都是埃亚撒该。埃亚撒该会通收150万的税金，伊交互罗马帝国的政府。因为安尼，咱伫圣经，咱拢会常常看到圣经在形容税吏是啥？是罪人啦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因为安怎？因为这税吏都是汉奸毋是汉奸啦，应该叫做犹奸才对啦吼。犹太人的奸臣，因为因摕钱去互罗马政府，你甲想，埃亚撒该敢会遐讲，敢收150万，就交互政府袂啦？伊检察会收170万，检察会收200万，剩的钱安怎？第一，伊落地内底安尼，所以犹太人大家拢知影，埃亚撒该就是强取咱平平做犹太人，所以这个人真怨切埃亚撒该。毋过，伊是税吏长，伊有权决定你爱交偌济税。讲到这，我才想到今仔日是5月上落尾礼拜，恁也还未交税的人吼。请恁将迄个爱交的税，确定落落去奉献袋内底吼。要安怎处理，则请蔡牧师去负责安尼。埃亚撒该知影，当伊伫街路伫行的时，犹太人看到伊真好咧，轻声细细甲伊讲：“撒该大人你好。”总是撒该嘛知影。当这个人经过走到伊后壁的时阵，伊听到迄个人呸一个喙烂，伊心肝艰苦，毋过艰苦是艰苦，还钱较要紧啊！这就是咱今仔的社会有遐个高面皮，就知影会用掠，总是伊嘛要贪污的迄个人性的软弱，总是埃亚撒该伊心内真不平衡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听到一个叫做耶稣这个人，这个人是真卡人呢，因为伊是对这个拿撒勒遐来，拿撒勒伫当时用耶路撒冷也是耶路基哥来讲，迄是真卡所在。为什么迄个真卡人也无读偌济册，也无啥物地位？为什么遮侪人愿意来听伊的教示？下下沉沉的人，今仔日遮拄好，伊阁要来阮耶利哥城，所以埃亚撒该就要看一下，讲耶稣到底是什么3头6臂的人？毋过圣经甲咱讲，特别圣经记载讲，伊是叫做埃亚撒该，因为生做真诶。人若自己我来的时阵，伊敢若看到人诶。我歹势讲后壁2字吼，看到人遐看袂到顶头，所以埃亚撒该就想一个办法。伊知影耶稣会对中山北路才过来，所以伊就去中山北路边遐找着一丛生栽树，拄好我甲爬顶头去，米住迄个生栽树较侪叶仔的所在，伫偷看耶稣安尼对路中安行过来。总是偏偏耶稣真心是行中路毋行，我去迄丛生栽树，然后耶稣呢抬头看生栽树，
遐以色列百姓的人，耶利哥城人是讲耶稣巴肚枵，你要找看生在树通好办无？总是大家望抬头看的时阵，忽然伊听到耶稣讲：“杀该看你，你安尼剥削犹太咱家己同胞的钱，你这个人吼无路用啦。”我相信耶稣呢，遮尔大声安尼甲话的时阵，然后耶稣就去选举委员会竞选台北市的市长，一定高票当选，因为遐人一定拍破，足欢喜的。哦，我毋敢骂，我毋敢讲，今仔日耶稣替我讲出来。啊，你想看撒该安怎？撒该绝对真无欢喜，心内足受气的，都为树仔顶落来，转去到因兜创啥？掀开迄个碎金铺仔出来，都甲看。这碎金铺仔内底有遐人，哦，他都有伫拍扑啊！这个王先生、陈先生、李先生，遮个吼碎金拢甲你加较济落去。请问，那安尼？有啥物利益？这个社会敢毋是变成做佫较歹？大家互相3万分、3万册，敢毋是？真实的，我编的圣经毋是写即款的故事，这是我讲的。耶稣来到迄个生菜树骹时，抬头看，然后用真温柔的声，甲撒该讲：撒该。你紧落来，因为我今仔日英语讲 I must stay in your house。咱中文甲台语的圣经讲，我今仔日我必定要住伫恁兜。意思是耶稣无互撒该有选择，讲啊无耶稣，我招待你来去 Hilton Hotel 啊，是金华大饭店来遐住，无。耶稣讲：“我今日要住恁兜。”撒该就欢欢喜喜对树仔顶落来，因为安怎？因为伊所识奇怪的一个人物，竟然欢喜来住阮兜。圣经毋是小说，所以无真详细讲写耶稣安怎去撒该因兜，总是咱相信耶稣一定去撒该因兜。迄暝甲撒该做伙食饭，然后甲撒该讲出上帝国的福音，上帝国下罪福音，上帝安怎疼世间人的这个信息，互撒该醒悟起来。撒该就定头生，所以咱看圣经，咱讲撒该就甲耶稣甲这个人讲：我毋对啊！我人骗人的，我要死赔赔，甚至我要将我的财产的一半来，互真济送向人。兄弟姊妹，耶稣伫这个故事的内面，互咱知影，耶稣是一个活出关怀世间人的主耶稣。讲到这，我也爱特别甲咱大家提醒：你我咱大家做基督徒，毋是因为上帝看你靠学问，看你靠才调，啊，看你靠本事，所以先救恁遮的人，毋是。上帝是因为你我是罪人，救赎咱大家，也上帝期待咱才会受救赎的人。会通活出亲像耶稣安尼有关怀的人生，亲像耶稣感化耶撒该相款。保罗伫写互腓立比，就是欧洲的第一间教会的批的内面，保罗甲腓立比的教会遐尼姊妹安尼讲，也保罗也是写互咱今仔相连教会会友，互咱知影安尼讲。大人毋通干那顾家己的事，也要顾关心别人的代志，也要用耶稣基督的心
来做心。最后，我伫遮爱用苏联的一个出名的文学家、小说家，伊的名叫做Leo Tolstoy， 托尔斯泰这个人的故事。咱知影托尔斯泰是一个苏联世界的出名的小说家，伊写过《战争与和平》，写过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写过《国外》等等。啊，毋然呢，伊写差不多几千篇的短篇的小说。啊，伫迄个短篇的小说内底，有一个故事安尼讲：有一天，伫莫斯科冬天的时，有一个校长行对迄个街仔路的所在，啊，伊伫挖角看见街仔路边有开一个乞食，迄个乞食行到安尼苦准，因为冷，啊手伫讨钱，啊校长就生出怜悯的心，啊就想讲挖去，哎，摕这钱互伊。当校长到位的时阵，伊就想讲伊的钱摕伫遮，伊人也无，啊这边也无，啊遮也无，裤底也无，爱穿一领大乌袜的衫，就掀开，佮入内底，嘛是无钱。这校长足歹势，伊就将手伫挂的手镯啊提起来，然后伸手。甲迄个伫分钱的乞食讲，朋友啊，真实的朋友啊，我今日无早钱，我明仔载一定再来互你。这校长就安尼头壳咧歹势离开，总是伊无看到迄个乞食目屎流落来。经过差不多10年了后，有一天。有一个人来到校长室，入去的时阵，校长行一礼，然后伊甲校长讲：“校长，我伫报纸有看到咱校有所需要，啊无够钱，啊我一丝仔淡薄仔钱伫遮，通做咱学校的路用。”校长掠迄个人一直看，想讲：“敢会？”即摆要选台北市的市长，后你要甲我乌西的款，啊是即摆咱校伫要选家长会会长，啊你想要做，啊摕钱来互我。校长在丢毒的时阵，即个人甲伊讲：校长，你检查袂记得我？几3年前伫莫斯科倒一条所在的时，你有摕钱要互一个乞食，总是你人无钱的时，你用你温暖的手甲我牵咧，然后甲我讲：朋友啊，真实的。伊讲你知影，阮做乞食的人，逐个人有钱互阮，总是看阮敢若着太高，钱等会紧走，惊去互传险着啊！总是你伸出你温暖的手，搁甲我叫讲朋友啊！伊讲我毋捌听见人叫我这乞食叫做朋友啊。当你走了后，我转去，我就一直想，我阁少年，我会使做工课，我哪会大爱做乞食？因为这道袂甲外歹转，点坐倒遐都有啊。讲乞食普通，就是早时起来人逐个就是先洗面、洗好清气。伊讲我毋是呢。我是起来是去照镜，看面有够乌无，无够乌的所在，我抹有较乌者，啊衫甲你较破一束安尼，啊去到区里路啊，较结区准安尼，人就会同情我。伊讲总是迄天你甲我讲朋友啊，我转去，我就想讲我应该家己爱自力更生，所以我去找头路，找几个工找无，后来有找到。我趁淡薄钱，后来我去摆地摊，后来有趁一寡钱，啊，我就开一个细间的柑仔店，啊，即嘛趁一寡钱，啊，我拄好几工前看报纸，我一直看，好减钱啊，边仔一个箱，
啊，这人我敢若捌伊，所以我就昨来偷偷啊看，啊，无毋对，就是你，所以我今日摕钱啊来一只5万会通做学校的路用，请你甲我收起来，因为你温暖了我的手，也温暖我的心肝。兄弟姊妹，我相信咱伫双连教会做会友，咱真欢喜听到有人学落咱双连教会讲啊，双连教会你看拜堂较大间，佫真少教会讲拜堂设在10楼、11楼的所在，嘛呢？双连教会的牧师的讲道查经是一流的。双连教会的团契、圣歌队等等这组织，拢是互人啊真学了，所以我真爱来伫双连做礼拜。这当然拢真好，总是我相信，咱中间做牧师的、做中级的、做会友的、做团契会长，也是。不管咱的教主教也好，咱应该更较愿望会通听到啊欢喜正人学了咱双连教会，是因为伫遮的会友、牧师、中职，互我感觉来伫遮礼拜，我心肝足温暖，我得到友情。我有受人照顾，所以我真爱要来带这间教会来伫遮做礼拜。我相信这的初信者，因若安尼感觉的时阵，因嘛真愿望。虽然我是初信的人，就是我愿望学亲像恁遮的人，遮尔有活出关怀的人生。最后，我伫遮爱用一个提醒甲勉励，就是咱每一摆教会若做礼拜煞的时阵，特别是大间教会，特别是咱大间教会，因为我牧会过咱双连以外，我也伫日本的大阪100外个人的会友，啊，伫旧金山卫理公会，啊，是伫夏威夷旧年我伫遐做牧师，这教会的人会欢喜要参加迄个聚会，是因为遐个教会遐尼姊妹有活出关怀人生。啊，咱每一个人常常伫大教会礼拜煞的时阵，在创啥物？叫我观察。礼拜一个煞，咱遐个熟悉的人3-5个都组织做聚会，啊，咱就讲咱的代志。啊，迄边的3-5个嘛，组织做聚会，讲因的代志。啊，直到新来、初来、未信者，因毋知要安怎介入伫遮个人的中间，所以因就紧走。兄弟姊妹，我毋茫咱今仔日听到这个讲道，你会通对上帝讲：主啊，我对今仔日起，我要伫这个教会来找一个我毋捌的，我。甲伊做伙做礼拜几十年，我嘛毋知伊姓啥。迄款人，我来甲伊熟悉。啊，我自我介绍，我是啥人。啊，甲伊讲后礼拜我愿望，你来礼拜时，我会通坐在你的边啊，甲你搁较真捌。安尼来关心遐个初信的人，兄弟姊妹，我相信上帝要祝福即款的教会。毋安尼？伊也要祝福有这款的心智的兄弟姊妹，要有丰盛的人生。请咱阿头三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这圣的主日来到伫你的殿院服侍敬拜。除了阮听圣歌队、听牧师的讲道，也甲兄弟姊妹的交陪，求主你互阮的心。常常会感触到，上帝是因为你道成肉体来到世间，
伫阮罪人的中间，关怀阮遮的罪人，救赎阮遮的罪人。所以，阮就效法耶稣基督，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，来过基督徒的生活。安尼祈祷感谢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